多謝主席、司長、局長各位。咁喺過去3年嘅議員生涯入邊咧，我一路都要提出因應物價嘅通脹，要求調升敬老金、養老金、殘疾金、照顧者津貼，同時咧都要求政府要提升出生率，要採取一啲應對嘅有效措施。咁啊，社會咧其實都樂見新一屆政府嘅施政報告當中咧，的確各項咧都有一定嘅調升。首先咧，我個人要表達對社民司司長工作上嘅肯定，因為大面積咁樣保持咗原有嘅民生福利政策，回應咗社會嘅訴求。咁我依然要強調咧，而家養老金嘅升幅咧係未達到社會嘅預期。我哋一路咧都係沿用3% 嘅升幅機制。同埋咧，統計局嘅物價指數其實都唔完全適用於長者同埋弱勢基層家庭，特別係非酒精類食品嘅加幅，好似罐裝石油氣由舊年嘅200幾蚊，而家已經升到300幾蚊。呢個升幅何止係20% 呢？另外，1袋5斤裝嘅老花米，去年60蚊，而家升到73蚊。對於佢哋嚟講咧，開門7件事，柴米油鹽都係冇辦法逃避，所以我認為今次嘅加幅咧係一個良好嘅開始。接落嚟咧，我哋應該要建立一套獨立嘅適用於長者同埋弱勢家庭嘅物價指數調整機制。我哋可以分階段咁樣循序漸進咁樣，逐步將養老金調升到維生指數掛鈎。羅彩燕議員啱啱有關養老金調整方面建立長者物價指數咧，我哋會做一個研究嘅，咁我哋會揾學術機構去做，我哋希望咧做完之後可以盡快去公布嘅。